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子靈星語 Channel，又係我 Steven 啊。喺本集2026年丙午年12生肖來年運勢，我將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屬羊嘅朋友喎。屬羊嘅朋友來年地支六合，即係我哋所講嘅旺太歲啊，各方面運勢都非常之好，所有事情呢都會有意想不到嘅驚喜，運氣指數係5粒星啊。首先係愛情運，感情方面當然有所突破啦。如果有伴侶嘅，可以有進一步嘅空間；如果冇伴侶嘅，對方完全接收到你嘅心意，好好把握機會，主動捉住對方嘅心。其次係事業運，喺工作方面機會較多啊，實力得到認可，上司同同事呢絕對信賴你，好好盡量發揮自己嘅能力。之後係財運，正偏兩財都會有所進賬，相信自己嘅眼光，唔好輕信人言，有時主動呢就係最好嘅防守啦。最後係健康。喺來年健康運呢相當唔錯啊，冇乜太大嘅小毛病，但係注意運動同飲食呢就可以繼續保持良好嘅身心啦。來年守命星係武曲星，幸運數字係6，幸運顏色係淺藍色，幸運植物係滿天星。本集就嚟到呢一度，如果大家覺得我條片有用，都係嗰一句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， 即係 CLS 我嘅 channel。另外就係撳個叮叮鐘，咁就可以收到我 channel 最新資訊噶啦嘛。而最後嘅就係覺得我條片有用，幫手 share 俾啲朋友支持一下啦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